係咪有啲人你點樣都同佢總係夾唔嚟咁呢？你覺得佢唔負責任，但係佢又覺得你太死板喎。你覺得佢冇心肝，但係佢又覺得你太黐身。其實你哋大家都冇錯，只係世界嘅錯，因為你哋只係用緊兩套完全唔相容嘅底層操作系統嚟去行啫。嗱，我舉個簡單嘅例啊，一個凡事講求規矩、講框架嘅1號，遇上一個自由、講機會主義、多選擇嘅7號。1號嘅世界觀就係事情要做得啱，要跟標準框架。佢睇到7號不斷變計劃，會覺得喂，點解可以咁兒戲㗎？咁7號嘅世界觀係人生要把握機會，做人做事要靈活變通。佢睇到1號咁執着，就會覺得喂，點解要咁辛苦啊？放過自己啦！你睇佢哋唔係針對對方，佢哋只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觀入面，用自己嘅尺去度人。衝突就係咁嚟啦。林家九型就係一本教你睇明對方潛意識世界觀嘅操作系統嘅說明書。當你睇得明，你就唔會再話佢好煩啊，而係會諗，哦，原來佢嘅世界係咁運作嘅。嗱，呢個就係由衝突走向理解嘅第一步啦。